抗侪风台嘛，扫甲进前华东的稻啊，东倒西歪。即马农民是赶紧要伫咧天土风台来进前，甲这二支稻啊是拢收成起来。毋过因为要挂这倒去的稻啊是较废弃，而且挂稻机嘛无够通好用。花莲县府即马是已经请农粮署，抑阁有农会来协调西半部的基具资源。为要赶紧将倒去的稻啊抢收，建乡稻农这几天拢咧甲时间比赛，啊毋过要收割倒去的稻啊时间要增加4倍，而且真侪稻啊也未熟。我们有史以来今年是最夸张了，连续遇到2颗台风，前面1颗就已经很惨了，后面又来这颗康瑞。建乡种的稻啊差不多400-500公顷，啊毋过日期稻作因为收经差不多只剩290公顷，这个暗里受抗日风台影响，倒的情形真严重，赶伫天土风台来进前赶紧采收，至少会用正做在海七个内面。采收期都还没到嘛，那你现在要抢收的话，对农民的损失也很大，因为它其实还不够成熟，你去采购的话，那个轻颗粒会很多。花莲南块玉里镇甲富里乡自己稻作，也因为抗日风台损失惨重，即马阁面对风台威胁，民众赶紧抢收，啊毋过机器无够，目前收不到1/5。就叫不到，也叫不到割稻机啊，好不容易排到了，然后又下雨，对。叫多久了？哦，我这个排2-3天了。大概有3000公顷的水稻，那大概有8-9成。都有遇到倒伏的情况，割稻机其实都已经有在出动。那因为倒伏的部分来说，它的割的速度会比较慢。花莲县政府表示，机器无够问题，互抢收作业进度较慢，已经请农粮署甲玉溪地区农会协调西部地区的机器来支援。呼吁大家，如果有需要一个抢割作业的进行的话，那请跟你们的农会来做反映，我们这边也会来尽快来做协助。根据县府统计，抗日风台已经造成花莲县4086公顷的稻啊受损，农业单位协助农民完成后续收割。此外，会有农会或者是收购集团来买，然后在海切的进行，农粮署也启动在海切的收购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